喺澳門想食翻5星級嘅泰國菜，真係可以嚟試下新濠天地蘇豪美食廣場入邊嘅泰好菜，充滿泰國風情嘅用餐環境，瞬間出一道東南亞熱帶感款啊！呢度主打就係中西方烹飪技藝 crossover 傳統泰國料理。首先打頭陣就係呢個做人吸晒精嘅黃金龜甲螺絲蝦，精選嘅新鮮大號螺絲蝦，蝦肉緊實有彈牙，配埋自家秘製嘅紅咖喱汁，仲有荔枝肉同埋菠蘿做埋配料，口感順口，辣中帶甜，點埋佢個麵粉食仲過癮。然後就係呢個霸氣十足嘅黃咖喱蟹，係用咗肉厚鮮味嘅菲律賓 M 白大蟹，肉質飽滿得嚟又彈晒牙，特別係點埋佢呢個偏辛辣又帶點椰香嘅黃咖喱汁，真係一口入魂啊！同樣都係可以用嚟點麵包食㗎。再跟住就係呢個配料多樣、口感豐富又多層次嘅蝦醬炒飯，鹹香野味送翻一流嘅肉碎粉絲煲。泰式烤煙頂級牛肉同烤原隻魷魚，重點都係佢哋分別都係特調嘅泰式醬料，再嚟多個經典嘅芒果糯米飯，連擺盤都精緻過人，倒埋配飯嘅椰奶，香甜多汁嘅芒果配 Q 彈雲粉真係包絕配啊！同時仲可以飲埋佢呢度經典嘅泰式奶茶同泰式雞尾酒，呢餐泰餐真心滿足。